喏，你看，儿女美香，你那位宝贝兄弟快对好了，整天我丫头勾肩搭背，拉拉扯扯，像啥样子怎么体统？官人啊，我们是把衙门的专营家，男女一比跟上了下，像他们这样不分正与比，公子丫头猜猜与拉拉，傻被他人传出去，西家门生结大话。他们是从小一起同长大，两小才青梅竹马，儿女自守大理心倔强，没想从一位神人啊，娘子啊，此事莫为作知，你不许他进与小光。有比多快也哼，这个也是呀，我随时要过，我告诉婆婆去。哦，说了，我母亲也十分喜爱小梅香。婆婆不管，公公非管不可，我告诉公公去。哎，娘子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多此一举。梅香这丫头，平时常常老夫人宠爱，等我爱理不理，我早就看不上眼了。难道他得罪了你？他管，那你又何必生他的气呢？他总是顾地下人啊！哎呀，万一你宝贝弟弟娶了她，她才是你的弟媳妇，你我的脸皮往哪里去放啊？凭他这个人，如果真的做了弟媳妇，倒也不错啊。只可惜啊，做弟媳妇还不错。好，你不管，我管。我是官人啊。什么事？听说今天你舅母要到家里来，知道了。还听说打着你那个亲表妹，也知道了。知道最好，我先同你讲清爽。亲表妹来到我家，你可要放稳重些，当讲的讲，不当讲的不许你讲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真是欺人太甚啊！我早知道你心中只有亲表妹。梅香，你快在桃花盛开，红绿相映，多美
欢喜怕的事，无情种种要做难。像是三心二意，灵隐昏昧。愿天公万我来当一品，走啊走！公子啊，公子快起来！梅香，梅香。梅香，公子，喏，叫我离过，离叫呀，离过，梅香，老师这于是叫你快去。二姑，恭喜你了。妹妹，你也知道了？知道，早就知道了。知道就好，为了你在母亲面前为我实些好话。父亲喜欢都来不及，怪我的丈我是好啊。父亲已经答应了，当然答应了。本来么，几代私教门当户对。你说的是这样？翁老爷的侄女，翁小姐呀。翁老爷的侄女，翁小姐。二姑真是莫名其妙。王真兄，请自真兄，请。美娟，快来接过老吧。接过翁老吧。哟，这姑娘也发长得俊美了。故将请。美娟，你母亲呢？在里房。你去请讨小刘，就说是翁老板来了。对，请嫂嫂我来商量，定到马上迎宾下礼，该几日完婚。一起外老神兄，真是故意不去呀！哪里，反正我乐于承受姊妹，既然他师兄哥们亲自，我也是我做的大媒嘛。如今他们小两口正上作对，比翼齐飞啊！所以这次替小师兄出，我想嫂嫂一定是放心的哟。当然。
嫂嫂来了，嫂嫂请坐。翁老爸，你坐。请生，翁老爸要替小儿做大媒，但不知是哪家的千金。哦，嫂嫂，听了。小师兄品貌端正有几人，老夫一见疼惜。我有一个小侄女，花容月貌生啊也为，他是配给小师兄，正是天生衣裳地成对呀！夫人啊，既是公兄亲侄女，定是名门与穷亲。夫人尚是能答应，该过几岁抱亲他。是啊。老爷呀，你儿的秉性你明白，他常为傲是难瞒，万事交付问问好，以免人嫌麻烦。哎，你好不啊！自从本无开天地，周公大帝与民在，儿女的婚事我的大可女儿是栽培。对，姻缘本是前世定，三生菩萨做明白，这叫做无缘有啊不落，与缘相推推不开。可是我老夫跨海去，这情事走遍天涯也难解呀！对，话虽不错，不过还是问过孩儿才是。你呀，不妨，请小兄前来当面问过也好。此次美相夫人，请二公子前来。嫂嫂，小兄今年贵庚多少？一日9岁。好，我小侄女今年2级放娃，18岁，正好相配。200见弟弟母亲。结果翁老吧。不必多礼丽儿，怕了谢过翁老吧。这儿啦，翁老爸见你才哟好，今年年纪也不娃小，愿将这罗配给你，某岁之间做月老。丽儿啊，西翁两家原是交，
干过几声百花桥，万步跨去见大妹。再见婚事而不表，儿已经上玉箫，娶妻成家万一桩，婚姻此事才不提，金榜题名在上行。不错，我虽话有道理，大丈夫功名最重要，只是这桩亲事谁难得，错过良缘无此兆。对呀，好在你俩上年纪，再等几年那也好。等到金宝的喜事，上西临门接龙天呀。玉佩傲欢他渺茫，功名得失难预料。万顷老马临高攀两小，这终身才不想。盘龙富翁来两个，小师兄我比他卡他。要是我10年功名得不到，再等10年不紧要，要是我功名未得成已老，小侄女也可等到老。这小姐如今遇到那是八卦，匆匆真不了。那是你也老了，他也老，配得老夫老妻的更高。这小姐几岁才貌好吃为我治疗，小人就无人要。方士，翁老板一飘起，已经彻夜不胜诗词无语，万非我跪下。真兄不必动怒，好在来日方丈是给日的单，给日的单。老爷夫人，去老爷到这表小姐来了。知道了，错生今天便依了你。快起来！哼，都是你把他宠得是此模样。你对家里们，我再去告诉告诉。好好，这件事给谁这担？请请啊！公子，你受委屈了。究竟成了何事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公子，你不要瞒我，我独自逃了。梅香，你想你倒是想你走。梅香，你有必再挖苦你。公子，刚才我都想过了，翁小姐乃名门贵婿，
许你是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地上一裳。你梅香身为奴婢，名士朝京，怎可相守必必，拖累公子受苦，为是趁早怎么样？一刀两断啊！一刀两断，梅香，这是你心里的话吗？梅香，光理你有什么用？得想个办法才是啊！办法。父母之命，为你造孽，刚气长冷，从世上。你哥哥的事，难道还不清楚吗？不，我绝不像姑姑那样生生把布帮众生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要加固兔子吴家这门亲事。儿女，梅香，今年乃是大比年，待我父亲鞠躬明，啥能做工这回子，后代无啥做门啊的，到那时送红婚红牙白，请你梅香做夫人，金罗玉虎喜顺利，龙凤花烛心啊连心，我与你生生世世过离分，隐隐相随度光阴。二公子。二公子，刚才我已见到表小姐，她身手时常两眼无光，已不是一年前的她了。你要可为她呀！好，我去看看他。走。接青梅，心似刀划，层层。梨花塘，五色桃李，头上
到林中身为定情同根，相压同胞家几代，有才子父母听信父端言，言他名目不相配，逼我领去王家女。一代若有两分开，从那后青梅不上我家门，不是茶碗人交菜。我待红不吹落，一并过去我上北。恨我相思呀子，亲家妹，这都我心为将你。
亲表妹，表妹，轻松。亲表妹，别来哭哈，并听口见语，多谢奉表兄关慰，我一切都好。表兄与表嫂相比哦看还好，还好。亲表妹，你看今年的花又开了。是啊，大花又开了。故儿，我已上门来了。在过去的事，今天我却是为过去的事来的。这月贝是去年4日死的，你曾我自问，今天发归原子，请问表兄谁去？亲表妹，什么害了你？你怨我，恨我。亲表妹。去哪里？
大哥，请表妹他别听的。二弟，大哥的事你要引以为戒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都没想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二弟呀，你都没想有生情，弟兄不是我在这是什么？他是不来，你是子，是不灵，不可能。婚姻它是非儿戏，要听从每个字眼父母命。不此命，没出之也。大哥，难道你苦山还没上够吗？难道还要我救你的老路吗？大哥，想当初你同情妹两相依，也好是花开的并一莲，就是为了父母命，就是为了被扎眼，害得你们不差三一股东来一股往西，如今是你同嫂嫂合不来，同上一梦随我见，当年欢笑悲哀妻，你心中难道悔苦不已？二弟，你再不要这样想。大哥，方才你完全我听父母命，莫非你是天上星？将心比心，应怜悯，望大哥千里帮衬来。像这样的水城规的私立之家，像这样顽固不化的父亲家母，说来帮衬真见你。大哥，侬慢走，你妈什么事啊？少夫人有话问侬，叫侬在此相等。是，有请少夫人。看见少夫人罢了，要少夫人陪你是哦。少夫人空大量，何忙放下哪个不称赞？我有件事要来问你，不知少夫人所问我事？你可要从日相告。是梅香是不是和你一起噻？是的，晚上是不是经常有人前来看他？是在。是我问你，还是你来问我？我不知道啊。打！
良心啊！是侬叫我当听的，侬要拒绝我啊！趁火追开。呀哦，事情说过也就算了，是我叫你嘛，随便问问，你也不必惊动公子。你既然没有看见，也就算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问嘿，是谁叫你说？是我叫你问的。哎呀，少夫人，侬事先不讲好，我哪能会晓得个呢？我是一根赌场通到底，不会讲绕话的。算了算了，正事不做，败事有余。你呀，谁会吃饭？饭你总是会吃的，不吃饭为我死的。去。哎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没想到二公子到底有啥个花头啊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老太婆都上我都来不及，哪有功夫去看啊？自从老夫人叫梅香不是二公子以来，他们两个形影不离。我看这其中，哎，对的，少夫人，那个爱无讲大真，哪有毛儿不吃那个心？梅香是个美人啊，一空想不忘记的原来啊，瓜子里哎呀引导看，两只眼睛水汪汪来亮晶晶。难怪公子人的大话，就是我老他们看见也笑啊问，嘴，少夫人，我刚刚就讲乱了嘴，其实没想哪几能少夫人标致好看漂亮，废话多嘴啊，是废话多嘴。既然没想到二公子是天上一对，侬懂个屁！梅香是个丫头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曲香这是丫头，照样嫁进唐伯府做家园夫人。梅香有这个福气，福气是没的。我看一年到夜哭出无啦，愁眉苦脸，不是不得嘞。
发了这么多人在此，还等我好走啊！没有什么，我在此请进，请进。梅香，你走开。梅香，考级实经，这些日子我忙于攻读文章，请你多多原谅我啊！忙上进举进考场，仔细做文章。要是我永遥遥得功名，不枉你孤单在家乡，风光儿浩荡荡为家做。上进前我明明白白十多讲，那是彩彩当当不要说，我与你欢欢喜喜来拜堂，钟家兵喜喜上上老心老娘微微乱配鸳鸯。星星把新郎做，你们想岁岁大大做新娘，但等那清清浊浊多委屈，我与你甜甜蜜蜜诉衷肠。梅香是到哪里去了？梅香，我近来又发觉得你过于郁闷了。替你去请大夫去。哎，不用去了，早
这病不请大夫也为好的。不请大夫也为好的，这是什么病啊？梅香，你莫非遇了？梅香，你也治了，可怎么样？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将来治了的，你做娘来我做的，这家种子也是遇了后代根了。公子，现在你叫我怎么办？你叫我时候去接生啊？哦，现在应该想个办法。我先禀告母亲去。不行，这有什么不行啊？这次谁家的骨肉，母亲她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哎呀，要是季老爷知道，那完了的。可你第七老爷就怕得发抖。啥是季老爷知道，他绝不会放过我的，还是让我一死光景。喏，又来了，一天到晚总是苦啊，是啊。那就是好是好，待我慢慢说吧，你先进去歇歇吧。公子私头急，梅香生娃语，要想得上你，跨报少妇人。近来稍稍有几口好，哎，为何长叹？真凶，姐妹救命起，眼看不生命不为心，可叹我年过花甲不为事，一张心事挂心里。你不是已经娶了三王小妾？唉，我虽与三王小妾，无奈一个个都不会生养，真叫人着急呀！方真兄是死里身家，不应门第，何曾不生贵子哟？哈哈哈哈哈！不瞒真兄，我想再娶一王小妾，好传宗接代。无奈
方正兄不必伤心，实有所据，小弟一定尽力相助。在凶残的药证，方正过而不轻。好事好事，你看我将丫头众多，实不厌其不帮挑选一个不知以下事哦。多谢陈兄，王三。老爷，去把陈华丫鬟驱逐门香统统交来。禀老爷，表小姐明天出嫁，共在老夫人带丫鬟都去帮忙侍儿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一时倒忘了，明天那是我内侄女大喜之际，好在就在隔壁。带我过去把他们交了。不忙，不忙，请稍等，请稍等。老管家，不知府中有多少丫鬟？大计17、18，小婢4、5、6。但不知哪位长得最好看都是花团锦簇，问都是芳香扑鼻。老奴常年吃素，故而对，你是吃素念佛之人，难见风花雪月。什么吃素念佛风花雪月？那啥呢？王三，你下去。是。姐夫，婚事带的怎么样了？婚事？那王小姐谈不上什么婚事。啥？我问你，表妹我小时的婚事带的怎么样了？哦，这个啊，你呀，自己的侄女一点也不关心，一天到晚小气呀小气，真是个老色鬼。我想那王小姐生个儿子，好尊重接待。尊重接待，你不是已经来了三王小妾了吗？我看你呀，再娶10个8个也是节制节手。你不看看你自己，无数些些吧，天天想采花。轻点，被下人听见，怎么体统？好，你的事我不管。我问你，公公答应了吗？答应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女我小时的婚事。哦，这个嘛，你呀，真是色性高躁啊！我是色性高躁，你是财迷心窍。你是什么？哼，名人不必多言，你当我不知道。二公子娶了你表妹，将来二老一死，长少为母，这个土个家财不都是你的了？也有你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多送几个丫鬟，请你做偏王小妾，好不好啊？谁喜欢这个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婚事已经谈得10余8句啊。不过二公子这也要复考回来再离婚事。复考回来再离婚事？不行。上京复考多则半年，少则3个月，你急什么？你不知道他已经有了。有了什么？我是说，你不是要那王小妾吗？知道了，何必多言？老夫子那里有个丫头叫美香，身长得漂亮，而且还很会生养。你怎么知道我生养？他父母就是生养他都抚养不起，再把他马生为婢。你要是娶了他，我帮你早生贵子。公公来了。孟真兄，失礼。哪里，请坐。
上来吧。结果翁老爷。花朵放
看得中医，看得中医，心里喜欢，心里喜欢啊！既然中医喜欢，请到我四王暂坐片刻，等我去与夫人讲好，给人把梅香送到府上。多谢赞兄，不过越快越好。请请。梅香，刚才那个翁老头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一块，真是不怀好意。王三伯，你刚才听到些什么？唉，翁老爷年老无知，我家老爷十分动情，叫他在你们衙门之中挑选一个作为小妾。忙听此言有气，不差数了心焦急老不是才不配查你许个罗刹鸡，为一少当晚去小气，多少姑娘陪他去。梅香啊，快来把红衣领带啊！这个配一定穿着红衣。梅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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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香。真是你。天平是泪尽，想命苦是亡恋。梅香，我好命苦啊！我三爸，你这两个一个人给我讲了这句好话，别让我夹着去。梅香，我们地下人还不是像辛苦一样，任凭自认的把父母。小皇帝，你要替我想着法子拒绝我啊！梅香，你真糊涂，快个辞告诉海公子，叫他今年彻彻旨意。告诉二公子，得告诉二公子去。梅香，王夫人，你千万不能啊！不行怎样？
表妹，我好悔
才知道你大哥离开他家园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他也不知道，在愁容命归阴。亲表妹，什么害了你？什么害了你？亲表妹啊，就见路上慢慢飞，东西南一同饮。大姑，你这样也不能死啊！二弟，你不要让我再也不能留在这吃人的死上。大姑，难道你不想同亲表妹见上最后一面吗？亲表妹，大姑，他走吧。公子，啊，是你？天这么黑了，我还没有去走呀。我到此找你，找我有事吗？哦，我今天没有空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明天，那我办完就是明天办理是个痛快。二公子啊，明天我怕。不用怕，一切有我。快进去吧。哦，李姑，你知道我有急事吗？我知道你有急事，可是我等我办完急事就来看你，好吗？李姑，你心里顾着于我吗？我的心不是早已交给你了吗？你都会忘了我？别胡思乱想，我怎么会忘记你呀？哎，来了，谢啦！让我再看你一眼。你呀，真是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我走，你要永远记住我，记住，永远记住。谢啦！能相遇你，回首
我死后当你独珍从领取名门美多情。今天就要上轿，他的刑期都进来了。我也上轿，都是你造的孽。夫人，你说什么？梅香不愿意，你知道吗？三王四卿把方言读得很啊，这什么愿意不愿意？梅香。
回事呀？哎，你我蒙在鼓里，李儿跟梅香是小一起长大，早已中进了。王道真岂有此理！不乃中进，而恰晚于喜了。你是什么？梅香已经与3个月的身孕了。无脑！我们众人祖宗一领，西家于儿哎呀！等下欧老妈花轿来了，叫我死后辞子。你自己做事，据你自己长教出家。公公起来多不想，万一我听见知了是心手跳，只话自己肚皮不争气，眼看着万贯家在跟他跑。一不做二不睡，给我慢慢释放，再计较。兄弟俩，至今生在司法庭，上说祖宗，下说亲，这叫为我不操心。此番儿上京去，指望你定不清哟条龙门。不早，你跑过路吧，我们回去了。一路跑，女儿，母亲，稍留片刻，儿有一事相告。妈
内向三平是我妻，儿不娶她死不休。第二天梅香花容易疏语，无依无靠多悲剧，万事娘亲来照顾，冷暖气质都美。
梅香，你快回去吧。请君上手去了。回来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没有什么啊！哼，你当我不知道？讲。梅香他怎么样了？他说袁立王要生孩子了。要你去请老爷到这里来。我听梅香要临盆，相思刚正此在心，生下侍女万余个，生下侍暖是无根。趁婆婆今日不在家，来个斩草鞋子狗。媳妇看见公公。大了，你还我何事？哎呀，公公，小梅香要做菜了。梅香话用以来怕转阳出去遇上门病，果子在后院小屋闭门不出。唉，家门不应。今朝孩子老弟还瞒得了别人，倘若张扬出去，这些家门风。这真气死我了！依我看，把梅香送到乡下僻静之处做菜，先瞒过眼前这一关，有的事嘛再做道理。好，吩咐下去，就说是我的旨意。是啊。李茂在。少夫人，侬
叫我有啥个事体呀？李妈，小妹想要做材料，生小女，好个，好什么？你过来，过来。啥？到文章里去做菜养小女？哎呀，那里硬生生黑洞洞黑死人啊！再讲要烫不烫，要晒不晒，万一如果三长两短，我可切在不起呀！叫你去你就去，一切由我担当。这个为了我谢家的体面，问我也不叫了，谁愿你去接生？哎呀，少夫人，我自家没上过小呢，这个接生的事体，我是弄不来的。弄不来就药，这个此事不许对外人声张。此人只有我3年8人8两传断10片，万一啥？万一马绳子一张，你可回到家乡享享后福。少夫人，这是真的。少夫人做事从来说一不二。好的，不过啥是3个女的人，虽然他只有用留下来，弄个你跑去荒山上杀狼去了。哎呀，咱们老夫人晓得那可不得了啊！谁说婴儿一生下来就死掉了？阿弥陀佛，去办吧。哪里去？没想参见已经不知何时临问，我去问问。哼，小小丫头，推进生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还让你去关心着我体统？你官人啊，我差点忘记告诉你，我娘身体不好，今天我俩去看看她，我东西都准备好了，现在立即动手。这个，哎呀，不要犹豫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嘛，走嘛。房子原是放棺材的地方，越阴暗越潮湿，加上寒冬腊月，寒气逼人，好人都不能治。没想到这里来做菜，怎能睡得了我？天哪！你怎么不可怜可怜这苦命的孩子啊！
话了。金小花，李三娘母王产子，照样平安无事。少夫人为救我的我事，我看没想的不起，倒会不孝你。姑娘，请用杯热茶暖暖身子。好了好了，人儿到这，哪好为妻在？我要在此不是内想。不行不行，少夫人吩咐，那统统为妻，格里于我。我想即刻领他，一定长这个样子，叫我怎么忍心离开他？哼，侬光违抗少夫人。要紧，你就回去吧。小姐。
你迷人，还有米酒有就没香菜而用的。晓得在，这里的事都拜托你了。我晓得在，侬快走吧。哎，姑娘，里边副本已生好，快进去暖暖身子。你要保重啊！多谢你，姑娘。对了，梅香，你这万事俱备，只等侬上小南寨，快进去吧。要上就叫一声。哎呀，这个王子像个水晶宫，到处是兵字兵魁，外头落大雪，里向落小雪，冷得来，叫我哪能受得了啊？一不适宜，床上躺躺，腹本暖暖。哎。忙了个半天，肚皮也饿傻垮。嘿嘿，我也不用客气，吃眼喝眼再讲。让我把伊抛到雨山为狼去。你把孩子抱到哪里去？不要让我还我孩子，还我孩子，还我孩子。无来婴儿啼哭自生，来呀，有与我昆来。是。
华宝婴儿人是皇上，定是丢命。背上来。是。姬大人，你这老母此次风雪之夜，因我娃宝婴儿走入身上，你娃中收宝婴儿是在家的，是我自家的都。大胆！这么大年纪还为生养么？分明是一旁眼泪呀！哟，哎呀，大人，这只是我能养的。抬起头来！啊，你不是李妈吗？哎呀，冤家对头倒霉贼，是我，我自饶命啊，饶命啊！我来问你，这次究竟是谁所生？讲。是梅香所生。你要将他包往无耻，这是真情少你不是，世上不说，定山不饶。哎呀，公子，伯伯大老爷，我愿走，是少妇身份，叫我把儿子抱到黄山为郎妻。没想言在无耻，来了文章里，来呀！有将他下，与我尊到文章。
王氏啊，王氏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没事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来问你，昨天你为什么说你母亲病要把我骗走？最请放弃人之常情。昨天为啥子去不得？我再来问你，梅香林茶，你又为什么把他送到文章去治？哼，做人家耳目，免得那些家门风扫地。我什么？这个死丫头、闲骨头，也想一步登天做夫人？你这个不严的妇人啊！你今天起来包子来了，今个马请我老娘来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怎么是这样吵吵闹？公公，这是梅香林参公公之子，叫我差人送他到文章去。他今天前来骂我。文儿，你好不知道理。你呀，你好不知道理。他叫人把梅香就回来。啊，你把梅香讲起话来了，真不知好歹。你呀，令我念不惯吧，是叫儿死无人。公公，这叫你都比文章起。梅香不忠是我许家过着，倘若有个好歹，你忘我的身子，你好糊涂啊！你这个老伯爷，你这个老糊涂，你这个老伯爷，你这个老糊涂，你嗨！禀老爷夫人，二公子告终回来了。啊！我还告终荣归，快把起相州打开正门，迎接我哈！还见什么理？你滚去美下害我为止，可知这吗？不要怨我好人啊！来呀，大礼嘛！少夫人，事到如今哪没用，我还是找人了。你讲是。少夫人自家不会生小囡，没想生个儿子，伊不得起家财，叫我把人把粮，叫我把儿子跑到黄山为郎去。拿下去，走。你这个不严的妇人，此次无敌之人，还不与我跪下！你的母亲还以居民身上前来蒙混雅配，封梅香为长远夫人。梅香是进哪里？在文华教中。我们快快请他进来。有请为姑娘。母亲，请夫人遇到给你。
只能为了我伤了一家人的和气。今日念他知错认错，就饶了他这一回吧，上上气气。谢夫人，此不义之人理由，必为他拘禁。皇上，你若不答应，我宁可再为王章。但的父在此命令，来呀！向他把字文章3月，让他通改减肥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啊，这叫做人一传报，偶一而报，不是不报，是人一道，是人一道就要到账。想不到梅香出身一见，